拜消息来看，政府伫6月底提出讲，驶车也是骑车，拢爱让过路人先过新的交通法规。也毋过有真侪职业的驾驶就表示讲实在是伤侪民众在检举咯，有人挑故意对伫因客停车后面金上。早起因就驶车去高雄美术馆头前来抗议。 停车场满满的计程车13透早，大约80个职业驾驶伫高雄美术馆集合，准备设市区道路顶前。因为让行人条款甲部分检举人故意对协定，已经影响到因的生计。完全都没有号志灯，也没有说什么双黄线禁止穿越，结果他直接判我直接闯红灯的这个罚单。车子已经到那边了，他人冲出来，我怎么刹车？刹车自己吗？ 我刹车，我人不就飞出去？你们这个交通法规根本就是乱搞。提出罚单定真难处，就算行人汹汹冲出来，无让还是爱记点罚款加上课。一做三法，互驾驶挡袂牢。全国驾驶人权益联盟协会希望政府嘛会使考虑驾驶的处境。各政府局处的交通官员能够重视我们的诉求，并且将这个检举制度重新发回立法院做更审。 废除乱检举，废除乱检举。那法考核哪将定真书交予高市交通局，驾驶甚至包围交通局官员，表示罚单申诉办理的时间伤长。很多人申诉都要等3个月，以前是15天。路段中100到150公尺，要划设10%的临停黄线，或者是专用的临停停车格，这部分我们已经在办理当中。 市府答应将意见转予中央，接近中昼10几台客运车驶着高山路的道路游行，表达诉求，呼吁政府公平考虑所有的用路人，将检举权留予警察，予因生存的空间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